狗狗感唔感受到你嘅情緒？如果你心情低落，甚至喊緊，佢會唔會識得安慰你？佢行過嚟舔你，瞪住你，靠佢哋身邊，到底係巧合定真係明你唔開心？根據科學研究，狗狗的確有能力感應到人類情緒變化，而且唔單止靠眼睛咁簡單，佢哋係用聲音、氣味、表情，甚至你身體語言嘅整體變化咁判斷你係咪情緒有異樣。美國喬治亞州立大學一項行為實驗發現，當主人以悲傷語氣講話，狗狗顯著咁會更主動接近主人，甚至用鼻尖碰主人、舔手、依偎喺腳邊。唔止嘅，另一項由英國 Learning Behaviour 期刊刊登嘅研究發現，狗狗會主動穿過障礙，嘗試接近一個嘢聽到嗌聲，佢主人代表佢唔止聽到，更俾你情緒吸引，產生回應動機。點解狗狗做得到？原因好簡單嘅。佢哋係地球上最成功嘅人類伴侶物種。幾千年嚟，狗狗一直生活咗人類社會，演化出超強社會解碼能力，專門讀人嘅表情、聲音同肢體語言。佢哋甚至可以聞出人類嘅焦慮或悲傷狀態時皮膚釋放出嚟嘅氣味分子變化，即係你未嗌出聲，狗已經聞得出你出事。所以唔難理解點解你一喊，狗狗會走埋佢陪你。你冇出聲，佢望住你坐喺沙發唔喐，都會攤低咗你腳邊。佢可能唔識你啱啱喺度嚟緊啲嘢，但係佢感受到你。變咗，而佢最自然嘅反應就係陪你。但係有樣嘢你要留意噶啦，狗狗長期處於高壓主人身邊，自己都會變得焦慮。如果你成日處於壓力、情緒波動、佢表達愛意嘅狀態，狗狗可能會吸收咗你嘅負能量，開始出現例如抗身、唔肯食、易驚、夜晚唔睇等狀況。佢感受你唔開心，但係唔識處理，壓力會積壓喺自己身上。咁所以如果你發現狗狗成日睇你情緒低落時特別主動，你可以做嘢有幾樣噶。第一，感謝佢。語調溫和話句，多謝你陪我。你未必真係講俾佢知意思，但佢聽得出你聲線放鬆。第二，距離穩定翻之後，主動釋放正面情緒，陪佢玩一陣，摸摸啲，行個圈，等佢知道你嘅事啦，佢唔使再擔心。第三啊，避免情緒冷暴力對待狗狗。有啲人唔開心會唔理狗，唔同咁講嘅，長遠會令狗狗覺得你變咗唔可信。總結啦，狗狗真係感受到你唔開心，亦都會用咗獨有嘅方法安慰你。佢未必明你失戀定炒股輸錢，但冇明你唔係平時嗰個你。佢唔係治療師，但佢係一位陪伴你沉默中流淚嘅朋友。下集呢，我哋會講呢，狗狗點解會成日啟實你，係愛定係分離焦慮？我係 Melody，呢度係10分鐘健康狗狗，下集見。